鏡頭來看台中的公園路，早時有，暗時有這樹仔向倒去，兩個當咧巡邏的警察去互樹仔逮着，加載干那輕傷。另外，南投迄邊昨暝暗仔嘛是咧落大雨，雨真粗，造成街仔路淹水，寧勢路的灌溉職工規條衝起落去。救護車趕到現場，緊甲傷者送病院。兩位互槍仔對着傷的是當日執勤的警員。來到三更的警員，若指揮交通，若確認現場的狀況。早到暗時10點外，台中市中區三民路甲公園路的路口，有路邊的樹仔向倒去。蘇當時市區拄着大雨，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隊3位警員洗車當咧巡邏，經過迄個所在，發現車路有落落來的樹瓜，可能阻礙交通。兩位警員隨落車，甲樹瓜刷去路邊。另外一位警員是留佇後壁注意交通，不過樹仔煞向倒落來。直接給你倒落來，足緊的。沒有，他直接嘣就倒下來。是。就是警察車就在旁邊了，有一個警察受傷了，已經送那個救護車已經送走了。兩位警員調佇遐5分鐘了後，家己爬出來，加載干那小可擦傷，送病院處理了後無代誌。也若敢是因為病蟲害，還是其他因素致使樹仔倒去，市府的建設局會過去了解。另外，南投地區遭到暗頭仔的大雨，致使市區真儕所在積水淹水。這樣，它停在這裡。南投市10到下晡4點外落大水雨，經過的車只有是駛較慢的，機車也無法度過。這場大雨造成軍公里頂真儕地勢低所在淹水，也佇嶺西路的產用的大水管也互衝起車路，民眾是真無奈。文昌街附近到復興路這裡就積水，就很大，就是我家門前有小河啊，就變成這樣了。當地農民講會趕緊看水管敢有鬆斷去，也若刷落來個幾落工，可能也是會落大雨。民眾煩惱，若閣落大雨，可能會閣較吃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